開心啊，又嚟到橫濱啊，參加2026年度日本臨床腫瘤學會 JESMO 嘅年會啊，咁我一齊過嚟睇睇到底有咩醫學嘅大突破先。咁而家喺膀胱癌嘅治療咧都有大嘅突破喎。咁喺手術之前咧，先落一種叫做 EV 嘅 ADC 類藥物，再加免疫治療。咁呢個叫 EV304嘅研究咧，就係研究一班膀胱癌嘅病人，咁佢哋嘅腫瘤咧就入侵咗肌肉層。咁理論上咧，呢批病人咧係可以通過手術切除咧去根治斷尾嘅。咁呢個研究咧就係將病人分咗兩批啦。咁第一批咧就落呢個 EV 嘅 ADC 類藥物，再加一隻 PD-1 嘅免疫治療。咁另一組咧就做傳統嘅化療。咁兩組嘅病人咧經過4個週期嘅治療之後咧，都去進行呢個手術切除。咁第一組病人咧喺手術之後咧，再落5個週期嘅 ADC 類藥物 EV， 再加13個週期嘅 PD-1 免疫治療。咁化療病人嗰組咧就喺手術之後咧就完成晒所有治療啦。咁呢個研究嘅其中一個指標咧就係 PCR rate。咁 PCR 嘅定義咧，即係喺手術切除之後咧，喺病理標本度咧睇唔到任何嘅癌細胞組織。咁即係話咧，單憑用藥咧就已經將癌細胞咧完全殲滅晒啦。咁啊，第一組用呢個 EV 藥加呢個 PD-1 免疫治療嘅病人咧，呢個 PCR 嘅機率咧有55% 咁多嘅喎。而第二組傳統化療嘅病人咧，呢個機率咧只有32% 嘅啫。咁可以睇得出咧，兩組嘅病人咧喺 PCR 嘅機率咧有顯著嘅分別嘅。咁研究嘅另一個指標咧就係 EFS 啦 ，Events-Free Survival。個意思咧亦可以理解成為病人喺呢段時候係存活啦，而且係冇復發嘅。咁大家睇到咧，12個月過去之後咧，咁第一組嘅病人咧有77% 咧係相干無事嘅，咁落化療嗰組咧只係得55%，同樣地咧兩組咧都有明顯嘅差別嘅。咁呢個研究亦都確立咗咧，膀胱癌嘅病人一旦佢哋腫瘤入侵咗肌肉層，係可以通過先用 ADC 藥加免疫治療藥，然之後再進行手術呢個方式去處理嘅。咁肝癌嘅治療咧都有新嘅突破嘅喎。咁咧有一隻叫 TACE 嘅介入治療啦，即係我哋俗稱叫大髀針啦，做對付一啲中期嘅肝癌嘅。咁如果將呢種 TACE 嘅治療咧，同埋咧一啲落藥，譬如免疫治療啊，或者係標靶藥混合埋一齊使用，個效果係點樣樣咧？咁傳統嚟講咧，早期同埋中期嘅肝癌咧係可以使用呢個介入治療 TACE 嘅。咁 TACE 嘅原理咧就喺大髀裏邊咧擺條導管入去肝動脈嗰度，然之後咧將一啲碘油同埋高濃度嘅化療藥物咧堵塞咗條肝動脈，從而使到腫瘤咧係壞死嘅。咁呢個叫 TALENT TACE 嘅研究咧，就係一批肝癌嘅病人，但係佢哋唔能夠單純用手術切除，咁啊使用呢個 TACE 嘅介入治療，再加一隻 PD-L1 嘅免疫治療，再加上一隻抗血管增生嘅標靶藥。咁發現咧喺呢種混合治療嘅模式裏邊咧，佢哋嘅客觀有效率咧比起單獨使用 TACE 咧提高咗15% 咁多喎。咁呢種混合治療模式咧，亦都係大大減少咗病人惡化嘅機率咧，達到30%咁多喎。咁對於肝癌嘅病人嚟講咧，如果佢哋嘅腫瘤 size 比較大或者數量比較多，一開始唔能夠手術切除咧，使用呢個大髀針介入治療 TACE， 再加上免疫治療同埋抗血管增生標靶藥咧，似乎就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啦。咁大家都知道咧，日本係一個胃癌大國啦。咁近呢幾年咧，喺胃癌上邊有個靶點受體叫 Claudin 18.2咧，係有針對性嘅標靶藥嘅。Claudin 18.2咧喺胃細胞裏邊咧係一啲正常嘅蛋白質嚟嘅，咁但係佢哋平時就深藏不露，唔會表達喺細胞表面。咁啊，但係如果一旦佢哋經歷癌變嘅話咧，呢啲咁嘅蛋白質咧有機會咧就喺癌細胞表面咧表達出嚟，咁成為一個絕佳嘅攻擊靶點嘅。咁呢個叫 Spotlight 同埋 Glow 嘅臨床研究對象咧就係晚期嘅胃癌病人。咁佢哋呢個 Claudin 18.2嘅受體係陽性，而有 HER2 受體陰性。咁啊研究咧就分做兩組，咁第一組咧就用呢個針對 Claudin 18.2嘅標靶藥 Sobetuximab， 再加上化療藥。咁另一組咧病人咧就單獨使用呢個傳統嘅化療藥。咁加咗標靶藥嗰組咧，喺無惡化存活期方面咧，比起淨係使用化療咧係優勝好多嘅喎。咁可以減低30% 病人死亡或者惡化嘅風險。咁有一樣比較有趣嘅地方咧，就係使用呢個 Claudin 18.2嘅標靶藥咧，喺亞洲人身上咧，似乎效果咧比西方人咧要好好多嘅喎。
咁如果喺個研究裏邊將日本人嘅數據單獨抽出嚟分析咧，咁發現使用標靶藥加化療嗰組咧，比起單獨使用化療咧，可以減低咗50%嘅疾病惡化或者死亡風險嘅喎。咁好多人都聽過咧，喺亞洲人嘅肺癌裏邊咧，好多時帶有一個叫 EGFR 嘅基因突變，可以食到相應嘅標靶藥嘅。咁但係咧 EGFR 嘅基因突變咧就唔係單一隻嘅，咁係有好多種唔同嘅亞型，咁有相應唔同嘅治療手段嘅。咁另外咧，而家最新嘅 EGFR 標靶藥咧出到第3代啦，但係而家咧有一啲新型嘅治療組合咧，比起第3代標靶藥咧更加優勝喎。EGFR 嘅基因突變咧，喺亞洲肺癌嘅病人嚟講咧，係一種相當常見嘅類型嚟嘅。咁 EGFR 嘅基因突變咧，亦都係分做4種亞型嘅，個分別係 exon 18、19、20同埋21。咁 exon 19同埋21咧係兩種比較常見嘅類型，咁18同埋20咧係另外兩種比較罕見嘅亞型嚟嘅。咁而家 EGFR 針對性嘅標靶藥咧，最主要有1代、2代同埋3代嘅標靶藥。咁針對唔同嘅亞型咧，需要用到唔同嘅標靶藥嘅。咁大概10年前，一個叫 Flora 嘅研究就確立咗肺癌病人有 EGFR 嘅基因突變，尤其是呢個 exon 19同埋21嘅類型咧，一開始診斷嘅時候咧，就應該食呢個第3代嘅標靶藥 osimertinib。咁近來呢個 Flora 2嘅研究咧，就係食第3代標靶藥，再加上傳統化療咁樣混合治療組合。咁國際上嘅數據咧，呢種混合治療模式比起單純使用第3代標靶藥咧，可以增加10個月嘅總體生存期嘅。咁如果抽出日本人嘅數據嚟睇咧，呢種混合治療模式咧，可以增加總體生存咧達到14個月更加多喎。咁似乎喺亞洲人嚟講咧，混合治療咧比起傳統單純使用第3代標靶藥咧，似乎個好處就更加多啦。咁晚期嘅婦科癌咧，例如子宮頸癌咧，或者卵巢癌咧，好多時咧都係需要用到化療去延長病人嘅生命嘅。但係近呢幾年咧，有免疫治療、標靶藥同埋 ADC 類藥物，咁將呢啲藥物咧混合化嚟一齊使用咧，似乎咧係一個新嘅趨勢嚟嘅。咁傳統嘅晚期子宮頸癌治療咧，都係以呢個柏金類嘅化療藥物為主，咁可以加上呢個抗血管增生標靶藥啦，或者 PD-1 嘅免疫治療去增強佢哋嘅療效。咁而家一隻新嘅國產藥物 Cadonilimab，咁佢係一種雙免疫治療，咁啊混合咗 PD-1 同埋 CTLA-4呢兩種免疫治療藥嘅混合體嚟嘅。咁呢種雙免疫嘅藥物加埋化療一齊使用咧，可以有效降低病人惡化或者死亡風險，達到40%咁多嘅。咁喺卵巢癌方面咧，亦都有新嘅治療組合嘅。咁呢個 Focus-1 嘅研究咧，就係講緊第3至4期嘅卵巢癌病人，佢哋經歷咗手術之後咧，再進行6至9次嘅柏金類化療藥物作為輔助治療。咁啊，研究就將病人分做3組。咁第一組嘅病人咧就口服呢個柏抑制劑標靶藥 Fosoroparin， 再加上口服嘅抗血管增生標靶藥 Ipatinib。咁第二組病人咧就係單獨使用呢個口服嘅柏標靶藥。咁第3組病人咧係對照組，淨係食安慰劑。咁用安慰劑個組咧，無惡化存活期咧得11個月。咁服用呢個柏標靶藥加口服嘅抗血管增生標靶藥個組咧，咁就成26個月。咁單獨使用呢個柏標靶藥咧，去到成29個月咁多嘅，比起安慰劑個組咧高出差唔多成3倍啊！咁好多人就唔明白，使用2隻標靶藥嗰一組咧，喺無惡化存活期方面咧，比起單獨一組標靶藥咧，稍為低少少。咁呢個咧就要睇情況嘅，因為卵巢癌嘅病人咧有一半咧係屬於有基因突變 HRD， 咁另一半咧就係屬於 HRP。咁單獨睇翻 HRP 嗰組嘅卵巢癌病人數據嚟睇咧，咁似乎2隻標靶藥咧係更加有幫助喎。咁晚期嘅卵巢癌病人咧，佢哋會使用呢個柏金類嘅化療藥物作為主幹嘅。咁有部分嘅病人咧，喺完成咗柏金類化療藥物嘅6個月之內咧，個病咧又再度惡化。咁即係話咧，佢哋會被定義成為對柏金類咧有抗藥性啦。咁呢類病人咧，以往咧就只能夠轉用一啲非柏金類型嘅化療藥物，咁維持到嘅時間咧通常比較短嘅。咁而家有一隻國產嘅抗血管增生標靶藥 Sovensitap， 咁佢加上化療藥一齊使用咧，其實咧都可以有效地延長病人嘅無惡化存活期同埋總體生存期喎。